Taste of Fat。今日2025年12月29日，恒生指數今日收市25,635點，下跌183點。恒指維持日升日跌已經第三日，恒指高開109點，喺25,928點開市，收市25,635點，下跌183點，高低波幅有452點。今日大市升嘅股票有841隻，而跌嘅股票有1332隻。指數收跌，股票亦跌多升少。頭十大成交股票依次序係2800盈富基金、2828恒生中國企業、700騰訊控股、9988阿里巴巴、1810小米集團、3033南方恒生科技、3690美團、981中芯國際、2899紫金礦業、1211比亞迪股份。今日大市成交2245億，比上一個交易日增加142.6%。沽空金額322億，佔大市總成交14.3%，沽空比率比上一個交易日增加2.9%。今日窩輪總成交41億7600萬，牛熊證總成交92億2300萬，窩輪牛熊證總成交133億，窩輪牛熊證佔大市總成交6.0%。如果將所有恒生指數窩輪與牛證成交總和，再減去 put 輪與熊證成交總和，相差有負1億2500萬。最大港股通成交股票9988阿里巴巴66億5400萬，不過兩地總流出資金10億2400萬。941中國移動南向資金淨流出14億4900萬。恒生指數一次過跌穿5天平均線、10天平均線、20天平均線。雖然開始升穿100天平均線，但最後收市唔可以企穩。如果睇移動平均線排列5天平均線，升穿20天平均線，今日收市跌穿保力加通道中軸，恒指只係升穿保力加通道中軸3日，今日再跌穿中軸收市。14日 RSI 下跌至47.0，只係升穿50以上一日，今日再次低於50收。今日有4隻恒指成分股成交比10天平均值明顯增加，而其中1211比亞迪股份上升3.7%，收市升穿5天、10天、20天3條平均線，成交金額由31億6800萬。如果用10天平均成交金額作比較，今日成交增加77%，沽空比率由尋日17%下跌至13%。下圖包括所有恒指成分股，每一支巴嘅長度代表相關成分股佔指數比重，而巴上嘅百分比代表成分股今日沽空比率。恒生指數成分股沽空比率最大3隻股票分別係3968招商銀行、1038長江基建集團、12號恒基地產，沽空比率百分比63.2%、46.3%、43.6%。新一幅圖每一支巴上嘅百分比代表成分股今日嘅沽空比率和5日沽空比率平均值嘅比較，藍色代表今日沽空比率比5日平均值減少，而紅色代表比5日平均值增加。沽空比率升幅最大係267中信股份、9999網易、2020安踏體育分別增加92.4%、88.6%、82.4%。指數成分股裏面最強嘅股票係11號恒生銀行、2318中國平安、5號匯豐控股，而最弱嘅指數成分股係2015理想汽車、1810小米集團、823領展房產基金。如果將所有恒指成分股以 MACD 強弱分為4組，暫時弱勢嘅股票有32隻，轉弱嘅股票有10隻，轉強嘅股票有27隻，而強勢嘅股票有20隻。如果轉睇最大升幅港股，而最大升幅頭3隻股票分別係8460基地錦標集團、2531廣聯科技控股、8082光上文化控股，分別上升65.6%、62.8%、52.4%。今日行業表現喺115個行業裏面上升有32個行業。如果新去平均成交相對少嘅行業，上升有20個行業。Taste of Fat 第一部分大市簡報已經完結，第二部分為今日行業板塊表現。喺14個大板塊116個行業裏面，以平均收市價總結出表現最好嘅行業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。